陪你讀新約。6月3日陪你讀新約，約翰福音10章1至21節。羊圈的比喻。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人進羊圈，不從門進去，倒從別處爬進去，那人就是賊，就是強盜。從門進去的，才是羊的牧人。看門的就給他開門，羊也聽他的聲音。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領出來，既放出自己的羊來，就在前頭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為認得他的聲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，必要逃跑。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，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意思。好牧人耶穌。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我就是羊的門。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，是強盜，羊卻不聽他們。我就是門，凡從我進來的，必然得救，並且出入得草吃。盜賊來，無非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我來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我是好牧人。好牧人為羊捨命，若是僱工，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。他看見狼來，就撇下羊逃走。狼抓住羊，趕散了羊群。僱工逃走，因他是僱工，並不顧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，正如父認識我，我也認識父一樣。並且我為羊捨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這圈裏的，我必須領他們來，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，並且要合成一群，歸一個牧人了。我父愛我，因我將命捨去，好再取回來。沒有人奪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捨的。我有權柄捨了，也有權柄取回來。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猶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紛爭，內中有好些人說，他是被鬼附着，而且瘋了，為什麼聽他呢？又有人說，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，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？